接下来关心嘉义市的社会处是邀请剧团甲新住民甲因的视线来搬戏，要用表演的方式来认捌多元文化。我的恒河还有日出，也太壮观了吧！13位新住民做伙搬戏，用趣味的故事甲演出，讲出家己的梦想。嘉义市政府为要让新住民体验台湾多元的文化，举办文化培育计划，来自无同国家的新住民透过课程互相认捌。大家对不同的事情，然后会有不同的看法，然后就可以去吸取一些不同的经验，因为也有长辈。去年其实是谈他们来到台湾之后的生活，那我们今年就是谈他们当初的梦想。这是第2届新住民文化培育活动，嘉义市政府嘛邀请在地剧团来指导，应用戏剧的方式，展现因生活当中无同的另外一面。我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舞台上就是这样表演，然后我觉得从中我看到他的一个新的一面。那这一面我觉得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，那我觉得很感动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了解啦，好，咱透过这边的沟通啊，透过这样的了解，知影因的故事啊，彼此了解家己的内容安尼。啊，戏剧伫咧这内底一个，假使算讲是一个催化剂，也是一个关节的角色。阮剧团指出，地形计划的时阵嘛，透过新住民也讲因实际分享，认捌一寡东南亚的文化。嘉义市社会处表示，这摆社会服务甲艺术的合作真成功，希望未来相关的影响会当阁增加，毋但照顾因的生活，嘛丰富因的内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